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要大规模的停水啊！自来水公司表示讲，为了要进行3项工程，为日就是后礼拜二早起10点到23，就是拜四早起的9点，要停水47点钟。估计影响范围包括乌日、南区、东区、北区等等，有30万户的用户，呼吁咱的乡亲提早欠水。自来水公司嘛会设119个临时的供水站，方便民众来灌水。 比地图表示停水所在，台湾水道水公司第4区管理处副处长出面说明，日早会停水，会影响台中市乌日区、第2区、太平区、南区、东区、北区和北屯区超30万户。那只是新旧管要连接，连接了以后，才能够以后有做调蓄的功能。水道水公司讲，因为配合台中自行配水池新旧管线连接等等。 所以会暂时停水，这不是欠水危机，呼吁民众停水进前6点钟要把水捡起来。那我们呢有13部水车机动性的在跑，随时会补充水。水道水公司强调，因为台中市的人口渐渐变多，用水量也增加，所以来调节区用水，才会大管线进行相关工程，造成不方便，希望民众要多多体谅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